奧地利最高嘅山峰格洛克納山，今年嘅1月咧發生咗一宗令人心碎嘅登山嘅悲劇。一個33歲嘅女子喺距離峰頂僅僅係46公尺嗰度凍死咗，留低佢嘅係39歲嘅男朋友。最後佢被控以過失殺人罪。死者個名叫克斯丁古特納，嚟自薩爾茨堡，係一個中意喺冬天登山嘅新手。佢嘅男朋友湯馬斯普蘭佩格呢，啱啱就係相反，係一個經驗豐富嘅登山高手。佢哋兩個呢，原定喺1月挑戰呢一座海拔3798公尺嘅奧地利最高嘅山峰。根據奧地利呢檢方起訴書話，事發當日呢，天氣極度惡劣，強風高達每小時74公里，溫度呢更加低至呢攝氏零下20度。兩個人呢出發已經比預定嘅時間遲咗2個鐘頭噶啦。克斯丁呢着住滑雪板同埋軟底嘅雪靴，問題在於呢佢毫無高山嚴寒嘅防護裝備。喺攀登嘅過程入邊呢，佢用盡晒所有嘅力氣，已經係精疲力盡噶啦。而且體溫過低，男朋友湯馬斯無計可施之下呢，只可以喺海拔3750公尺嗰個位置獨自留低古斯丁呢去求救。但係細估唔到，因為種種嘅因素，古斯丁呢就一個人留咗喺嗰度超過咗6個鐘頭。最後湯馬斯呢揾到人去求救，救援直升機呢因為強風延誤，直到上午嘅10點呢先至到達。最後古斯丁呢都不幸去世咗。檢方指出，湯馬斯呢身為成個行程嘅策劃，同埋有資深嘅經驗，喺成個意外嘅過程入邊，犯咗至少6項嚴重嘅疏忽，包括係裝備唔夠啦，未有及時去折返去救佢啦，冇攜帶緊急嘅庇護工具，所以呢就以重大過失殺人呢個罪名去起訴佢。一旦罪名成立，最高呢可以判3年嘅有期徒刑。湯馬斯呢否認所有嘅控罪，去解釋呢個呢係一場無可挽回嘅悲劇意外。但係目前呢，佢仍然俾人拘留緊。案件呢預定喺2026年嘅2月19號喺恩斯布魯克地方法院再進行開審。